話說我上網見到一條片，可以用薯片砌出風火輪。今日我哋一於實砌下。首先當然係去買薯片先啦。得得，開始啦。其實平時我好少買胡鬚佬牌，但今次嘅實驗一定要用到佢，因為唯有呢一種用薯粉製成嘅薯片，先至做到形狀均一。原理就係將每塊彎曲嘅薯片向上咁樣重疊，讓力量向下施壓，加上薯片本身有嘅阻力，就能夠支撐起成個風火輪。原理雖然係咁，但現實係當然會有人為意外啦。再試，今次我就醒目啦，你睇下擺得幾靚，直至到第二次人為意外，得啦，終於成功啦！其實成個體驗砌完真係覺得好神奇嘅，就好似你成日睇一啲網絡嘅爆紅影片，但原來你實際做嘅時候係真係 work 嘅喎。唔知道你哋又會唔會想試呢？我係21，我哋聽日見。